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9，旧历的2月17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户钱甲心肝宝贝送入去托婴中心，结果囡仔去互拍，一口气家长吞袂落去。这是平湖的一间公立的托婴中心，讲主任甲一个2岁幼囡仔扇喙皮，有2个老师看袂做哩，甲家长讲，这个代志才来触破。结果，这个主任竟然是翻头指责老师无职业的道德，无应该甲代志报互家长知。即摆迄个拍囡仔主任已经来辞职，野寮的2个老师嘛做伙湿头路路。听到拍一声的声音真大声，拍伫2岁囡仔的面。平湖这间托婴中心的主任拍囡仔已经毋是头一摆。哭声互人听到真毋甘，只是饲幼儿食饭无顺利就共拍，若毋是有其他老师看袂落，偷偷传囡仔面个人个证的相片予家长，这件代志根本就袂现光。就不应该直接抛给家长，你这个动作等于是让大家张扬大家。我今天不是说我错了，我怕人家知道，而是你这样影响到整个团队。那你有没有职业道德？你有没有想到说你会害了老师啊？没有啊，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，我们3个知道，我们3个先检讨啊。这位主任毋但无幼教的背景，红野了的态度互人生气，竟然怪老师野了，佮讲私底下检讨就好。我们请相关这一方面知识的专家，我们会持续对他们的一个辅导，包括家长的心理也是要一并的说给予关怀。拍人的主任和野了的老师，即马拢已经辞职，家长嘛已经拜托律师要甲告。敢若会使讲，若是对幼儿无耐心，上好就莫做这道，较免去害着别人的心肝宝贝。